来看第4个题是新田吉啦，哦，嘿啦，来，太阳能板，哦，你给我讲一个看板太阳能板，太阳能板，老师对唔对？诶，咱有另外一个音啦吼。哦，真正有影服晒有较困难哦。来，机会啊哦，来，还是我看第5个题是好不好？好来，第5个题是。有哦，你起码知影啥，只是不要讲。如果你感觉是啥，你就讲出来。4个字，太阳能源，太阳能源，哦，来，老师，太阳能源对唔对？嘛唔是，哎呀，4位拢讲了唔对，其实都是差这个音啦。吼，不要紧，咱请老师来讲这音互大家听吼。来，老师，诶，咱是改讲做太阳能帮，帮，嘿，因为咱无讲板，咱讲帮啦。因为板细条的，嘿帮是大的。哦。